当你看见一位60多岁的长辈拄住拐杖，才走几步路就气喘吁吁，但同时你是否也见过80几岁的长者步履轻盈、强壮自信且充满活力？这一直是关于衰老最大的谜团之一。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衰老得太快，而有些人却能将充沛的活力维持到极高龄？这不是基因决定的，也不是运气，更绝对不是魔法。真正的答案在于一些简单、经过科学验证的行为习惯，它们能显著改变你的身体、心理和情感的衰老过程。今天我们将揭开我所说的健康老化的6大黄金习惯。如果你年过50，那么这条讯息正是为你准备的，因为这里没有空洞的承诺或模棱两可的建议。虽然像哈佛大学和国家高龄化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2的顶尖医师与学者多年来一直低调地强调这些基于实证的长寿秘诀，但大多数的银发族却从未得知。我们坚信，年岁增长不应代表失去自由、活力或50岁后的幸福感，它应该意味着智慧、自主权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充实生活的能力。这段影片将为您提供实用的自然健康方法，无论您是正在寻找银发族健康建议，还是刚开始考虑长寿的日常规律，您都可以立即开始实践。我们讨论的是切实可行、能够实现的调整，旨在促进60岁后的健康福祉。只有真正的行动，没有花招或药物依赖。最糟糕的是，没人告诉你，在问题开始恶化之前，这些微小的习惯往往能带来最大的影响。当你已经感到疲劳、健忘或站立不稳时，要恢复健康就会困难得多。你对抗衰老相关疾病的最佳防线，就是定期养成健康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是什么呢？那些80岁依然强健、独立的长者，究竟知道哪些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请继续观看，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你将学到6种有效的策略，能在不花大钱或彻底改变生活的情况下，恢复你的精力，保护你的大脑，并维持你的独立性。在我们开始之前，如果你觉得这类关于优雅老化的真实实用资讯对你有帮助，请按赞这段影片，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分享给你关爱的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这是一个有力量改变一切的问题。你最近养成了什么样的小习惯，让你感觉更有活力了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答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习惯，它非常简单，常被忽视，但却拥有改变你生活的能力。根据专家的说法，每天散步是让保持年轻最简单的练习。你并没有老到不能开始，你也不需要任何特殊装备或健身房会员资格。走路可能是你拥有的最有效天然抗老武器，而且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看，每当你迈出一步，你的身体都在做出反应，你的肺部扩张，心脏跳动得更有力，关节也得到了活动的机会，而不是变得僵硬。这才是真正的魔力所在。随着时间推移，走路能带来惊人的改变。哈佛医学院指出，即使每天步行30分钟，也能将心脏病的风险降低多达40%，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数据。因此，你的生命将变得更强韧、更长久，也更具自主性。如果不动，你就会失去身体原本设计拥有的活动能力。道理就这么简单。让我为大家介绍住在台湾南部的退休技师林伯伯，今年73。几年前，他甚至连爬自己家里的楼梯都有困难。他说：“我的脑袋昏昏沉沉，双腿感觉像灌了铅一样重。我以为这只是老化的正常现象。”但他的医师建议他开始走路，每天只需10分钟，不需要太剧烈。2年后的今天，他每天早上都要走2公里。
最棒的是，他的精力恢复了，他不再需要拐杖，背痛也消失了。他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10岁。”这无关乎健身，而是关乎自由。走路能增加大脑的供氧量，降低血压，并改善血液循环。这转化为更好的记忆力、更清晰的思绪，以及在困难时期更稳定的情绪。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走路不仅仅是运动，它是良药。它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努力，却是长寿最好的日常习惯之一。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走路对心灵的正面影响，甚至可能超过对身体的影响。根据史丹福大学的一项研究，走路可以将创造性思维提升高达60%。所以，如果你感到不知所措、沮丧或思绪卡住时，只需穿上鞋子走出户外。新鲜的空气和你脚步的节奏是大自然清理思绪的方法。想象一下，当你85岁时，不必被限制在躺椅或轮椅上，你走在55岁时走过的同一条小径上，阳光洒在背上，树梢传来鸟鸣，你感到强壮、稳健且充满活力。走路承诺的是进步，而非完美，重点是持之以恒，而非速度。此外，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设定很大的目标。晚餐后的悠闲散步，绕住街区走5分钟，或者只是在广告时间在走廊踱步，每一个动作都很重要。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向身体传递一个讯息：我还在这里，我还在乎。走路是一个能包容你现状的习惯。如果你正在寻找适合银发族的自然保健法，你可以独自漫步思考，也可以透过与朋友散步来建立连结。你可以走得快，也可以走得慢，但不论你想怎么走，只要坚持下去，因为这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优雅地老去。这是关于带助力量目标以及成功习惯所带来的沉默而恒久的力量向前迈进。开始时，你不需要拥有完美的身体，但只要开始，你将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和更健康的身体。现在就是你的时刻，你拥有行动的能力，这是你能做的最简单的事，未来的自己将会感谢你。第二点，为了长寿而吃，而不是为了方便而吃。食物不仅仅是能量，它是数据。你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在向身体传递讯息，只是它进行修复、防御或是逐渐衰退。事实上，许多老化问题并非源自大脑或骨骼，而是始于你的餐盘。此外，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饮食习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营养需求实际上会增加，以对抗发炎反应 （inflammation）、修复细胞并维持强大的免疫系统。你的身体需要额外的协助。然而，许多常被却转向包装零食、微波食品或速食。这些食物便宜又方便，但却充满风险。让我介绍陈阿姨给你们认识。她以前的饮食习惯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早餐吃吐司，午餐吃加工肉品便当，晚餐吃微波食品。她今年68岁，住在新北市。她整天都感到疲惫不堪，血压不断升高，关节疼痛不已。直到有一天，她的医生看住她的眼睛说：“你是在喂养疾病，而不是在喂养健康。”这是一记当头棒喝。陈阿姨只改变了一件事，她开始在饮食中加入色彩鲜艳的蔬菜，例如午餐吃烤胡萝卜，早餐加菠菜，每晚吃一份沙拉。短短6个月内，她的胆固醇下降了，体重减轻了约7公斤，脑中的雾霾也开始消散。她从未刻意节食，她只是回归食用看似源自大地的原型食物 （whole foods）。银发族营养的重点在于摄取能促进健康老化的完整食物，而不是那些会耗尽你精力的食物。项羽
一甘蓝和芥蓝等深绿色叶菜富含维生素 K， 能增强骨骼强度并降低骨折发生率。富含欧米伽3的高油脂鱼类，如蒸鱼和鲑鱼，有助于保护大脑免受老化相关的损伤。糙米和燕麦等全谷类碳水化合物则能避免下午血糖崩盘。此外，请记得保持水分充足。虽然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口渴感会减弱，但身体仍需要水来输送营养、调节体温并排出毒素。选择水而不是汽水，选择花草茶而不是含糖饮料。如果能鼓励你多喝水，可以在水中加入黄瓜片或柠檬片。根据神经学 Neurology 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采用地中海式饮食、富含水果、蔬菜、全谷物、瘦肉蛋白和健康脂肪的长者发生认知功能衰退的可能性降低了30%，这是有力的证据。这就是你餐叉上的预防性医疗。现在，让我们诚实一点，没有人是完美的。适度犒赏自己与危害健康之间有显著的差异。即使你不必计算每一卡路里或完全放弃巧克力，但含糖麦片、包装零食和加工肉品绝非中立的选择。它们会从内部加速老化过程，导致关节发炎、精神迟钝和身体疲惫。食物是你每天可以掌控3次的健康环节，所以这不必很复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医生给银发族的建议都从饮食开始。有一个基本原则：如果某样东西看起来不天然，它可能对你没有帮助。你不必挨饿，你需要照顾自己，是为了活力、清晰度和自由，而不是为了减肥或虚荣。因为当身体感觉良好时，你会更愿意运动，你会笑得更多，你的寿命会更长。所以，打开你的冰箱，观察一下，里面是什么？是能推动你迈向理想未来的食物，还是阻碍你前进的障碍？你有能力做出饮食选择来促进你的独立性，保护你的记忆力，并抵御那些我们经常仅归咎于老化的疾病。健康饮食的目标不是限制，关键在于意图。此外，你吃下的每一口经过深思熟虑的食物，都是迈向充实生活的一步。这不仅是活得更久，更是活得更好。从这一餐开始，更新它，为它增添色彩，让它变得有意义。减少糖分，增加健康。第三，保持心智健康 mental fitness， 别让老化夺走你的记忆。为了让双腿保持强壮，你必须移动它们，你的大脑也是如此。大多数人随着年龄增长更担心失去行动能力，却往往忽视了记忆力减退这个隐形威胁。它开始得很轻微，忘记一个名字，错过一个预约，你认为这无关紧要，然后它再次发生，在一次突然间，感觉你的思绪似乎正从指缝中溜走。太少人知道，只要透过正确的训练，你的大脑可以保持参与、活跃和敏锐数十年。老化并不必然导致心智障碍，其原因往往是忽视。好消息是，你可以像保护骨骼和肌肉一样，透过采取适当的日常习惯来保护你的大脑。例如，阅读是最简单且最有效的大脑锻炼之一。它可以是一本关于美食的书，一份报纸，甚至是一本小说。当你阅读时，大脑必须集中注意力，理解并记住资讯。它会刺激大脑中涉及想象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区域，把这想象成是为你的记忆力进行举重训练。接住是逻辑游戏、数独、填字游戏和拼图。这些活动测试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促使大脑发生改变。
根据伦敦国王学院和埃希特大学 University of Exeter 的研究，经常解谜的人比不解谜的人拥有更强的短期记忆和处理速度。让我告诉你，住在台中的王奶奶，今年70岁的故事。退休后，她开始变得健忘，这让她感到害怕，但还不算太严重。于是她开始在平板电脑上玩文字游戏，每天早上阅读1点书，甚至在社区活动中心报名了西班牙语初级班。她说：“感觉我的大脑又苏醒了，我真的很享受，感觉更敏锐，更能活在当下。享受乐趣很重要。当你热爱这项任务时，大脑更有可能保持活跃并建立新的连结。学习新事物，如绘画、乐器，甚至是使用电脑工具，都非常有益，因为这对于60岁后的大脑健康至关重要。它强迫你的思维进入新领域，它创造了新的连结，有助于记忆、专注和注意力。然而，改善大脑最好的方法之一其实对话。当你与他人互动时，你的大脑被迫及时聆听、反应并调整。当你与朋友交谈、分享故事，甚至进行智力辩论时，你不仅仅是在社交。根据梅奥诊所 Mayo Clinic 的研究，保持社交参与的老年人，其认知功能衰退率实际上较低。因此，心智健康必须成为银发族健康建议的一部分。这是必要的，而非可有可无。而且你不必连续数小时进行脑力激荡，即使是一通有意义的电话、几个拼图和15分钟的阅读，这些微小的日常决定都会累积起来。它们协助你维持自我意识，这是成功老化中最宝贵的资产。身体活跃只是健康老化的一个面向，另一个面向是维持活跃、有趣且心智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因为你的记忆是你与身份认同以及你所爱之人连接的桥梁，它们不仅仅是事实。所以下次当你决定如何消磨时间时，请思考你是在让大脑保持敏锐，还是任由它变迟钝。你只需要一个理由，不需要特殊的计划。生活中最美好的元素仍然需要你活在当下，保持意识并与之连结。你的心智是宝贵的，你的故事还没结束。你正在喂养大脑资讯，因此提供它对话、挑战和故事，任何能帮助它发展的事物。拒绝放弃，你就能以此方式保存你的记忆。第4点，再次强调，随着年龄增长要保持力量。肌肉流失才是让你变虚弱的原因，而不是变老。生日蛋糕上的数字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理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力量会减退，这种退化在医学上称为肌少症 （sarcopenia）。这是肌肉缓慢、经常不易察觉的流失过程，从40岁开始，并在60岁后加速。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你可以减缓它、阻止它，甚至逆转它。简单的阻力训练 （resistance training） 是比昂贵疗法或处方要更好的选择。肌肉就是你的独立性，它们让你能提杂货、不抓扶手上下楼梯，以及站起来时不踉跄。当肌肉消退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好消息是，即使是微小的规律运动，也能让你重视力量。这是住在屏东的74岁退休由张伯伯的亲身经历。他的医生警告他，因为在杂货店轻微跌倒造成的肌肉流失，可能会让他面临更多受伤的风险。张伯伯没有坐等情况恶化，而是开始每天花5分钟在厨房琉璃台旁做扶墙挺身、举轻哑铃和快速深蹲。3个月后，他不仅更稳健，也更强壮了。他说：“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但现在我从躺椅上站起来，是不需要再硬撑了。这就是长寿日常习惯的主要目标，不需要巨大的改变，只需持续的基本功。如果你想带助力量变老，而不仅仅是步履蹒跚地度过晚年，主力训练应该是你的基石。这不是因为你想练成大肌肉，而是因为你想保留你现有的肌肉。你也并未老到不能开始。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你更需要它。从利用自身体重的运动开始，例如靠墙平板支撑，以增强核心肌群，用水平做手臂弯举，以及扶住椅子做温和的深蹲。你只需要带注意图去活动，不需要去健身房。根据国家高龄化研究所的说法，每周2次肌力训练可以增加骨质密度 （bone density）， 降低跌倒风险，并改善平衡感。这不仅有益，还能救命。强健肌肉是你的第一道防线，因为跌倒是65岁以上成年人受伤的主因之一。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当你虚弱时，你会开始退出你原本享受的生活，你不再和孙子们玩耍，你避免去散步，你会犹豫不决。然而，肌力训练能改变这一切，因此，你重获了控制感和自信。没有人提到的一点是，它让你感觉更年轻，你的身体感觉更有活力，脚步感觉更稳健。每当你比以前稍微轻松地举起某样东西时，你都在提醒自己，你正在重建，而不是在衰退。这不是因为你变老了，这就是银发族健康的精髓，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而是预防问题，在问题变得棘手之前采取主动。不要忽视这一点。如果你想达成60岁后的健康目标，请将激励视为了自由，而非外表不可妥协的特质。问问自己，我感觉强壮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下次当你从椅子上站起来或抓取橱柜物品时，你可以改变这种状况。截至目前，你的身体仍在等待你反击的信号，因为让你变弱的是缺乏活动，而不是年龄。第5点是社交互动，这是被低估的长寿良方。你可以吃得健康，每天散步、举重并睡满8小时，但如果你是在孤独中做这些事，那么仍缺少了某样本质的东西。人际连结是生存的必需品，而不仅仅是可有可无的点缀。此外，它可能是最少被讨论但对银发族最有效的疗愈方法。孤独感不只是一种情绪，它是一种生理压力源 （physiologic stressor）。根据发表在《心理科学展望》（Perspective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一项研究，慢性孤独会使早逝风险增加26%，这相当于每天抽15根烟。它会加速认知功能下降，削弱你的免疫系统，并增加体内发炎反应。当你独处时，你的心脏、大脑和身体都会感觉到并做出相应反应。住在高雄的李奶奶是一位76岁的寡妇，她曾经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室内。她的丈夫去世了，孩子们也搬走了。她告诉自己她很好，但她的血压升高了，睡眠出现问题，记忆力也开始退化。直到他加入了一个社区读书会，情况才开始改变。每周的讨论、相互的欢笑，以及一个期待明天的理由。他说：“我们意识到我有多想念听到别人叫我的名字。”这就是社交连结的意义。它让你保持根基稳固，并提醒你依然归属于某个群体。这不需要太多投入，在当地图书馆帮忙，在社区花园做志工，与邻居散步，或只是一通简单的电话。这些不仅仅是礼貌的举动，
它们是免费、重要且极其有效的银发族天然保健法。孤立源于未受控制的孤独，独处会让你的世界变小，观点变得狭隘，快乐逐渐被侵蚀，但连结会扩展你。它重新点亮了房间，改善你的情绪并强化你的身体。这超越了优雅老化的建议，这是一个警讯。当你与面对面交谈时，你的大脑会释放催产素 oxytocin， 这是一种能减轻压力并改善情绪的荷尔蒙。你的心跳会稳定下来，思绪感觉更敏锐活泼，免疫系统也会增强。研究显示，社交活跃的长者罹患失智症 dementia 或忧郁症的风险显著较低。试想一下，有多少次仅仅是与人聊天就让你感觉好多了？只是讲个故事，大笑或回忆任何事情，甚至不必是深刻的内容，这绝非偶然。这种化学反应就是疗愈。这就是为什么草药疗法和热茶并不是唯一的居家疗法。让自己处于有人认得你、听到你的声音并关心你是否出现的环境中同样重要。不需要一大群人，拥有一两个真心关心你的人就足够了。如果生活让这变得困难，你可以重建关系。如果人们渐行渐远或搬走了，那就透过一杯共享的咖啡、一个邀请、一条讯息，一步步重新开始。事实上，你不应该独自经历这个人生阶段，你应该被看见、被包围、被接纳。因此，如果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并感到一点点孤立，请采取行动，向一个新朋友打招呼，重新加入一个当地团体，或者联系一位老朋友。不是明天，就是今天，就是今天。你的未来、你的心和你的大脑都会感激你。第六个也是最关键，却被太多人忽视的习惯，就是深度睡眠。睡眠不是奢侈品，它是你身体的夜间修复工厂。然而，随着我们年龄增长，这却是我们最先忽视并任其崩坏的事情之一。睡眠品质差不仅仅是让你感到疲劳，它会损害你的记忆力，扰乱荷尔蒙平衡，侵蚀免疫系统，并逐渐侵蚀你的情绪、专注力和恢复能力。事实上，你所听过最有效的长寿建议之一，就是获得充足的睡眠。然而，大多数人等到造成伤害后才采取行动。住在台南的67岁吴先生，过去每晚都要醒来3、4次。医生开了药给他，但药物让他感到昏昏欲睡。直到他建立了固定的就寝时间，晚上8点后不使用电子设备，并在睡前做适度的伸展运动，情况才有所改善。他说，我不仅睡得更好了，思绪也开始变得更清晰，血压下降了，我再次感到充满活力。深度的修复性睡眠就能做到这一点。它不仅振兴你的身体，更振兴你的生活。当你睡觉时，大脑实际上会清除白天累积的毒素。为了防止体重增加和疲劳，睡眠能平衡胰岛素水平，控制皮质醇、你的压力荷尔蒙，并改善记忆力。如果你要获得足够的健康睡眠，即使是走路、健康饮食和维持社交关系的最佳努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忽视睡眠这个银发族健康秘诀。没有人告诉你这部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入睡和维持睡眠的能力会改变，但我们对睡眠的需求并没有改变。这是生物学，不是失败。好消息是，这是可行的。首先，创造理想的环境，睡前1小时调暗灯光，确保你的卧室黑暗、安静且凉爽，避开会干扰褪黑激素、美拉托宁生成的明亮荧幕、手机、平板和电视。取而代之的是，尝试阅读或练习冥想。
你需要让身体知道何时该放松，即使在周末，也要在同一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你的生理时钟在60岁左右会变得更加敏感，这样做有助于训练它。此外，如果你躺下思绪纷乱，请在睡前写下你的想法或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这些温和的练习有助于你的自然节律，而不是干扰它们。虽然保持水分很重要，但应避免在晚上摄取咖啡因和大量进食，并在睡前几小时停止喝水。即使你很快入睡，它们仍会干扰安稳的睡眠。获得一夜好眠是50岁后保持健康最简单的方法之一。它保护你的心脏，改善情绪，磨练智力，并让你的身体准备好在第二天活动、思考和蓬勃发展。试图这样想：如果走路是你训练肌肉的方式，那么睡眠就是身体强化肌肉的方式；如果饮食是你白天的燃料，那么睡眠能让你的系统有效处理这些养分。睡眠是保存记忆的关键。如果社交对话能让你的大脑保持活跃，那么对于睡眠不需要追求完美，你需要的是规律。每周即使有几个晚上的优质睡眠，也可能有助于你更专注，减少发炎反应，并整体感觉更好。今晚就给身体它所渴求的吧，为安稳的睡眠腾出空间。就像看待医生预约一样，请尊重你的就寝时间。此外，请记住，睡眠并不代表一天的结束，它是你幸福的基石。我们该将睡眠视为一份日常礼物，它让我们保持强壮、专注和稳定，而不是我们必须性的东西。故事并不会随助变老而结束，这正是你可以带助力量、清晰度和目标，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时候。我们今天讨论的这6个习惯，不需要金钱、完美的健康状况，甚至不需要领先的起跑点。他们只希望你从一个问题开始，不是改天，而是今天。因为你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弱，让你变弱的是放弃了那些曾经让你强壮的习惯。那时你会选择绕住街区散步，通一通电话，吃一顿营养的饭菜，读一本挑战思维的书，或是睡前伸展一下。这些都不是琐事。每天做出这些决定，能促进长寿并创造有价值的生活。50岁之后，让这些岁月成为你活得健康、活得更充实，而不仅仅是活得更久的时光。蓬勃发展，而非仅仅生存。因为健康老化的目标不是避免死亡，而是让每一天都变得重要。你打算从今天开始养成哪一个习惯呢？如果这段内容启发了你，请在评论区分享并转发给亲人。如果你觉得这很有用，请记得订阅。你最大的资产就是现在开始行动的决心。